十七弟，数月不见，你的功夫大有长进呐。皇上的功夫也是更胜从前了。皇上，这是臣弟西域的朋友送来的水果，额娘特地要臣弟送来给皇上尝一尝。额娘真是有心了，额娘心里惦记着你啊。朕知道额娘惦记什么，可是阻之难为啊。朕贵为天子，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。只要皇上想做，谁敢说个不字？而且皇上也知道，额娘的本意，并不是要贪图富贵，而是……哎，好了，你难得进宫一次，咱们今天说点高兴的事儿。对了，你新婚怎么样？谢皇上，臣弟很好。好就好啊，成婚了呢，就是大人了，不能像小孩子一样耍性子。不过，像小孩子耍性子也是非常好的事儿。朕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在冰室偷吃西域进贡的那些水果的情形，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。皇上那个时候14岁，臣弟才6岁，事情好像就发生在眼前，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。是啊，时间过得可真快呀。朕还记得那个时候，你喜欢拿一个夹核桃的铁器，把冰块往铁器里一放，就碎成粉末状了。唬得皇阿玛是一愣一愣的，还以为你小小年纪天生神力，把我们几个阿哥说的是一文不值啊。皇上还记得呀？记得，当然记得。对了，现在你碎冰块不用铁器了吧？这……要不我们去冰室缅怀一下过去？倘若你徒手能把冰块捏碎，朕就许你个心愿，当是你新婚的贺礼。如果你还是捏不碎，那朕就每天罚你，给朕送一些新鲜的水果。你觉得怎么样？碎冰块并非难事，如果我真的做到了，额娘的太后名分不就唾手可得了？既然皇上已经开口了，那臣弟恭敬不如从命。好，走吧。朕练了很久，捏捏泥胎还行，那冰块和石头是怎么都不行啊。这下就要看17弟的神力了。臣弟也未必行啊，只是一试罢了。臣弟听说前阵子皇上请了个大力王进宫表演，说石头在他手里像豆腐一样，一捏就成粉末了，果真是神奇啊！那人是假的，皇上已命人把他的手砍了。假的？臣弟真的很好奇，这种事怎么能做假呢？这普通人怎么可能捏石块像豆腐一样呢？既然匪夷所思，那便是假的喽。皇上心中向来不可一世，万一我赢了他，皇上岂不是更不痛快？到时候额娘真的做了太后，也会招来无穷的麻烦。17弟，去吧。是。请。额娘说过要以大局为重，我个人安危倒没什么，只怕连累了家人。臣弟该死啊！怎么了？皇上，臣弟突然觉得手上没劲儿了，就是连块豆腐都捏不碎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
皇上也知道，臣弟从小捏冰块，都是用铁器，这巧劲儿用惯了，就不会用劲儿了。本来想着，在皇上面前出丑也无所谓，可是当着这么多下人，还是算了吧。以后，臣弟天天给皇上送西域的水果就是了。石七弟，起来，哎，来，起来。朕就是一句玩笑话，你还当真了？走，陪朕去养心殿喝酒去。是。这不是莲儿的声音吗？王爷，怎么了？这里有人。王爷，您是不是听错了？这里面怎么可能有人呢？这可是千年冰室，里面藏的都是千年寒冰，不可能有人的。要是有人，还不冻成了冰柱子啊？是，里面怎么会有人呢？看来是我太像莲儿了。玉树怎么样了？啊，我跑不动了，你不能倒下，快起来，不然会被冻僵的。我不想死在这里，我不想死在这里，我不想死在这儿。玉树，你怎么样？你要坚持住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不想死在这里，没事的，没事的啊。那不是安南果进贡的黄金果吗？我记得它的味道特别的强。玉树，我有办法了，你等着，我有办法了。我不想死在这里，我不想死在这里，不要死在这里。什么味道？难道是安南国进贡的黄金果？快开门，皇上最喜欢吃的，坏了要掉脑袋的。这怎么有人啊？玉树，玉树，门开了，你看看，门开了，你快看。这次真倒霉，要不是有你在，我一定被冻死了。只要不放弃，一定会有机会的。让你们两个去冰室里拿点水果，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你们去哪儿了？你知不知道啊？你把我们两个关在冰室里面，差点把我们冻死。我不是告诉过你，冰室里有一个机关，只要按一下，你们就能够跑出来。难道你聋了吗？你根本就没有说过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想去内务府告我谋杀吗？你去吧。去就去。哎，玉树，姑姑，他不懂事，你不要和他一般见识。你给我们一次机会，就网开一面吧。这样说才像话。既然已经这么晚了，你们今天晚上也就不用睡了。去，把这些衣服给我洗了。啊，这衣服这么多，怎么洗啊？用手洗啊。这些衣服都非常金贵，不能用竹子晾，晾了以后会出印子。那姑姑，我们应该怎么晾干啊？以前都是一个人拿一件衣服，站在太阳底下晒干的。我们只有2只手，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。莲儿，他这根本就是针对我们。完了，肯定会被他折磨死的。好了，别担心了。你看，我们连冰室都熬过来了，最多也就是个死字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至于这些衣服，我娘说过的，只要风大的地方，衣服就干得比较快。我们与其傻傻的站在这儿，还不如让这个风吹起来，吹呀，吹呀，吹呀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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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皇上吉祥，皇后吉祥，娘娘吉祥，春姑姑也吉祥，盼春姑姑也吉祥，盼春姑姑也吉祥，玉树吉祥，爱飞起来吧，莲儿吉祥，皇后吉祥，莲儿吉
呦，哎呦，我的腰啊！哎，来人呐！说你呢，小子，扶我一把。哟，摔着了。啊嘿！哎呦，你们这帮小兔崽子，平时也没少得了我的好处，怎么着？啊，我算是看清楚了，一个个的都真不是东西啊！你才不是东西呢！你以为你还是养心殿的大总管啊？我呸！我呸！我呸！我呸呸呸！我记得你小子，小林子是不是？你老娘生病的时候，谁给你烧的钱啊？啊！皇上罚你去杂役房的时候，谁替你求的情啊？现在我落难了，你们不来帮忙，反而还来落井下石，哎，我抽死你！我抽！怎么打人呢？这还敢还手？管是吧？哎，给我打呀！我干什么呢？手！苏木，石七爷，你没事吧？石七爷真是个大好人，这老鼠夹子平时可厉害了，要夹着老鼠必死无疑，非得用特殊的法门才能打开。你看你轻轻一拉就给拉开了，您真是力大无穷啊！哪里啊？好了，你去吧，别耽误了差事。石七爷，谢谢您。石七爷真是大好人，奴才今天碰上好人了。石七爷，奴才走了。李公公，热水来了。哟，这不是养心殿的大总管苏公公吗？要您来给我端洗脚水，太委屈你了。别这么说，我什么都不是，就是一端洗脚水的。想必你在皇上那儿当差当得那么好，这洗脚水也应该端得很好吧？哎，来，让我试试，热乎不？苏培盛，你这狗奴才怎么当的？你把对皇上的热情劲儿拿哪儿去了？啊！这么凉的水你敢拿来给我烫脚？你不想活了是不是？这水挺烫的呀。烫吗？你试试。李庆喜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李庆喜，你不知道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事儿吗？这名儿是你叫的？啊！李公公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是我不好。您大人大量，别跟我计较。你知道不对了，你知道不好了，那还不赶紧给我换盆热水去？要不然有你好果子吃！这，滚！苏培盛，我明儿一早还要早起伺候主子。您今儿晚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，啊？
喂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这太阳都晒屁股了，你偷什么懒啊？起来，起来！李公公，他都这样了，你还叫他干活？你应该传太医才是啊！莲儿姑娘，他不过就是一个狗奴才，又不是主子。奴才的命可没那么金贵，吹个风发个烧就传太医，那太医哪来的时间伺候主子啊？起来你给我起来！你别再踢他了，你再踢他，他会死的。死了好啊，死了铺盖一卷，乱葬岗一丢，没人稀罕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曾经也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就算现在被贬下来了，他跟皇上的情分还在。万一他真死了的话，你也逃不了干系。反正他的病又不是我害的，我还要当差呢，我先走了。苏公公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呀，这么烫！苏公公，你没事吧？啊？娘，我不想进宫，我想回家。苏公公，你别这样，你出一身汗，睡一觉就好了，啊？我冷。嗯？冷。冷？啊？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还冷吗？你醒了，你好点没有？啊，还难受吗？都是你在照顾我。我们都在宫里当奴才，守望相助是应该的呀。别难过了，啊。哦，来，我扶你。苏公公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快起来啊！快起来，别这样。你救我这条命，我欠你一条命。以后无论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会帮你的。苏公公，我救你不是为了施恩于你的。莲儿姑娘，以前我从来不相信人，人都说我是墙头草，我跟着皇上，从来没有人敢把我怎么样。可是我今天落魄了，我落魄了，我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连屁都不如，没有人真心对我好，只有你莲儿姑娘。好了好了，哎，苏公公，你快起来，你别说这些了，你还在发烧，你要多休息一下。御茶房那边我已经去帮你说过了，那个公公人很好，一时半会儿不会来找你的。谢谢你。呀，糟了，我还要去宫里送衣服，我不小心给忘了。你好好休息啊，我先走了。老天爷，我苏培盛发誓，哪怕是我粉身碎骨，我也一定要让莲儿姑娘当上娘娘，一定要让她当上娘娘。姑姑，送件衣服送这么久，想死吗？姑姑，我不用解释，解释就是掩饰。主子发话了，说你拿衣服迟了，罚你今天不许睡觉，
不许吃饭。你服还是不服？我服。大家手里的活儿干得差不多了吧？是。都进去吃饭吧，留下他一个人在这儿干。是。莲儿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哎呀，莲儿，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，我偷偷偷了一个，你快吃，别让人给看见了啊！哎，你一会儿有空吗？怎么了？你帮我把这馒头送给御茶房的苏公公苏培盛。你没事儿吧？这是我拿给你的。可是我不饿，他现在生病了，更需要啊。好啦，快去吧，别让别人发现了，快去吧。那一会儿我有机会的时候，我再给你偷个馒头啊。你等我。小心啊。馒头都给你带来了，你怎么还哭鼻子啊？哎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感动。我一定早日养好身体，再报答莲儿姑娘。你怎么报答她呀？你现在啊，都自身难保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可别再给她添麻烦了。行了，馒头我也给你带到了，我先走了啊。谢谢姑娘。行了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没齿难忘啊。找你喝酒，我跟你喝什么酒？我能有今天，不都拜你所赐吗？我能有今天，不也是拜你所赐吗？谁也别说谁。你知道吗？我10年寒窗苦读，只为一朝可以登龙门。可这贡院是财神爷开的，我没钱进不去，所以我想赌一赌，赌你苏培盛从你身上下手。可你倒好，是给了我希望，可又活生生的让我这希望破灭了。3等侍卫，你苏培盛让我做一个3等侍卫，你知道吗？1个月1两银子，累死累活的还得伺候2等主子，端屎端尿还得挨耳光。我跟你说，我连奴才都不如啊！所以你就拉我下水？我没拉你下水，我跟所有人都说苏公公找我给美人画图，我对你是感激不尽。为什么呀？为的就是后宫的那些娘娘们知道这事儿会吃醋，会坐不住，到时候我机会就来了。可我没想到你苏培盛这么没用，这么快就到这儿来陪我受苦来了。你还真是个王八蛋！我打死你！我你一个公公，你还打我？真没用，就知道哭。苏培盛，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来找你吗？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失意之人，我们2个都不甘心。也只有这样的一天，我们才可以面对面的喝一壶酒。过了今天，我们也许是朋友，也许敌对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今天喝了酒，从头来过。来呀！别哭了，哭起来像猴一样，多难看呐！你哭好看。最近玉树和莲儿怎么样了？回娘娘，奴婢已经按照娘娘的吩咐，使出了各种招数，把他们整得很惨了。
哦，很惨是什么意思？他们是都下不了床了呢，还是他们都动不了了？那倒没有。无论奴婢使出什么样的招数，他们两个都很坚强，他们都咬牙挺过去了。那你得赶快想办法把他们处置了才是。娘娘的意思是？蠢货！难道本宫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本宫就是要他们死。可是他们两个对娘娘没有任何的威胁，娘娘为什么要？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就是因为本宫之前对云嫔太过大意了，所以才会一次一次的被整得很惨。如今你说这两个女人都那么坚强，那指不定她们会使出什么样的招数来。本宫不及时把她们给拔掉，她们就有可能随时把本宫压下去，你明白吗？是。这么说，姑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奴婢。来，姑姑。没关系，姑姑，本宫给你时间。你要是处置的好了呢，本宫一定重重有赏；你要是处置的不好，那你就拿你的尸体来见我。这件凤袍是孝庄太皇太后生前穿过的，每一根丝线都是用孔雀的羽毛揉成的，所以非常珍贵。皇上吩咐了，在清洗的时候要非常小心，如果有一点点的损坏，就要满门抄斩。所以，除了清洗的人，其他人都一律不准碰。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你们两个做事向来谨慎，所以洗凤袍的事就交给你们两个了。记住，不能放在水里洗，要用刷子沾了水慢慢刷，直到刷亮堂了为止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那好吧，那就各自干活去吧。是。来。莲儿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办啊？没关系，让我想想办法。等晚上你把它拿到房间里去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莲儿，怎么啦？莲儿，苏姑母来了没有啊？还没有啊，急死我了。莲儿，你说我们能不能找到孔雀毛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就看苏姑母能不能。来了，快！怎么样？苏姑母怎么样？御花园里养的那些都接近不了，所以我找了一些染色的鸡毛替代一下，你看行不行？那种刺绣我见过，它取的就是孔雀油光滑亮的羽毛。如果用这染色的鸡毛，一定有一块是暗淡无光的，肯定会被发现的。完了，我这回肯定死定了。喂，你干什么去啊？与其让他们折磨死，我倒不如跳井死了算了，还能留个全尸。你疯了吧？现在还有点时辰呢，让我好好想想，说不定会有办法的。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哎呀，你哭什么呀？要死要活的，就为这件凤袍啊？我看看。是啊，他们说这是太皇太后的遗物，如果弄坏一点，就要满门抄斩的。现在但愿这些染色的鸡毛可以派上用场。事不宜迟，我拿去绣去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？
能修完吗？回去睡吧，你们。这怎么行啊？赶快给我！苏公公，难道你有办法？起来，起来！天亮了。什么天亮了？你们两个是怎么干活的？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了是吗？姑姑，我们的活已经做完了。你们两个胡说！我明明看见你们两个在这里偷懒睡觉，连凤袍掉在地上你们都没有看见。哦，那姑姑的意思是，昨天你们进去之后，我们俩就再也没有碰过这件凤袍？难道不是吗？大伙都看见了。是，都是我们的错。姑姑，那就请您责罚我们吧。算你们识相。去，水池边上给我跪着，没有我的吩咐不许起来。是。来人，把凤袍给我扶起来。是。盼春姑姑，这凤袍洗好了吗？对不住，李公公，手下人耽搁了，凤袍还没来得及洗。那可不行，今儿可是孝庄太皇太后的冥寿，太后娘娘等着祭祀呢。哎，算了，反正放得远远的也看不着，你先还给我吧。是。这怎么弄破了？奴婢真的不知道，是不是你们两个把凤袍弄坏了？姑姑，这跟我们没有关系。你还狡辩！我没有狡辩。那我问姑姑，昨天晚上临睡前，你有没有检查过这件凤袍？当然有啊，姑姑这么谨慎的人，怎么可能怠慢这么重要的凤袍呢？是，我当然检查过。那既然检查过，就表明当时是没有问题的。在那之后，我们就没有碰过这件凤袍。谁知道你们有没有碰过？那如果我们碰过了，姑姑罚我们跪在这儿干什么？对呀，这么多姐妹都看着呢。盼春姑姑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么尊贵的圣物，你居然敢弄坏！来人呐，给我把她抓进内务府，洒家要亲自审问。不，公公，我冤枉啊！我冤枉啊，公公，冤枉啊！冤枉！干嘛呀，这么神秘？过来。这是什么呀？坐下。你看，哟，这不是前2天姑姑吩咐你去烧掉的那件旧凤袍吗？对啊，可是这几天我的事实在太多了，我一不小心给忘了。现在啊，正好拿出来派上用场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看过了，这件凤袍的样子啊，和孝庄太皇太后的一模一样。只要我在针线上动点手脚，以假乱真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莲儿，你该不会是想救那个老妖婆吧？这件事的错又不在她。我的好莲儿，你也太善良了吧！你又不是不知道平常那个女人是怎么对我们的，她现在被赶出去了，正好落个清净。人在屋檐下，哪能不低头？而且她是奉命行事，由不得她自己的。再说她要是被调走了，你能保证就会换个好的吗？好了，你就别想了。来，帮我弄针线。哎呀，我的好莲儿啊，你真是全天下最好的人。要是老天开眼的话呢，就让他给你个好前程。哎，你到时候可千万别忘了我。一定。来，快来帮我。爷，好像失火了。王爷回来了，怎么了？我想学做饭，
不知道这石柴火不能用，这才……王府里多的是丫鬟，不用你做这些啊。福晋只是想让王爷尝一尝他亲手做的菜。王府里面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些表面功夫，没用的。福晋，你别难过，王爷，他不是故意的啊。我没事，我真的没事。王爷，下人们都去打扫厨房了，实在腾不出手，我放下这些，马上就走。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菱角？二嬷说的。这个二嬷真多嘴。王爷，您先看书吧，我先告退了。怎么会有血？福晋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家里那么多丫鬟，谁都可以干这些活，非得你自己来啊？二嬷，王爷他对我们家有再造之恩。本来我想做一个好妻子，好好伺候他，可是没这个可能了。我现在只能做些小事，哄他开心。我高兴还来不及，怎么能再假手于人呢？我们家王爷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平时对所有人都很好，唯独对你。这正是我喜欢他的地方。王爷对他心里那个人已经专情到了极点，才会对另一个人这么绝情。王爷，他一定深深爱着那个女孩，他对她的好，让我很钦佩。福晋能这么想，那当然好。可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？他高兴了，我就陪他笑；他难过了，我就陪他哭；他有气，我就让他撒；他需要人照顾，我就陪在他身边。等什么时候，他心里的那个人来了，我就悄悄地走开。只要记着能跟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我这一辈子也就够了。真是冤孽呀，真是冤孽呀！啊，王爷，奴婢厨房还有事，先告退了。想知道这颗珠子的故事吗？其实这个故事很短，但这个故事让我刻骨铭心。我永远记得那天早上，他拿着刀闯到王府来，
想替他爹讨个公道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从那一刻开始就爱上了他，但是现在他在宫墙里，我在宫墙外，我们永远都不可能了。我的心里不是不能没有你，但是我需要时间。你愿意给我这个时间吗？妾，你将身嫁与一生休，纵被无情弃，不能休。